好，天气无稳定，出门在外真正爱细离脏。有民众驶3台利布去南投万代溪买料溪，结果其中一只车掉伫咧溪流当中，驾驶一个落车怎无去？找到的时阵的人已经无开始啊，也伫咧台21线新中怀公路有一口罩赛车要落山，煞启动着树仔，怎跋落山坎？加在警消有顺利救着人。 溪水岔路南投门一直咧抢，汽车是规只已经要停落去。搜救人员找2点钟，伫车门边找到28岁姓孙的驾驶。警消车过手台挂锁啊，开始救援。代志发生伫23中昼，有3只吉普来到南投县万代溪买井溪，姓孙男性驶第一只车探路时卡伫岔路，落车看情形准无去，做伙去的朋友马上报案，搜救人员开2点外钟找到姓孙的男性，但是已经死亡真久，警方会进一步调查，报请检察官详验。受困之后，同时下车后，就副驾驶的女性说。 就是一回头发现男性驾驶已经消失在他们那个车子旁边。那寻获孙姓驾驶人时已明显死亡，全案后续将报地检署相验厘清死因。大家慢慢拿。 信义乡第21线新中怀公路23下晡是发生车跋落去山谷的意外，48岁洗出的驾驶洗车载翁甲2个囝落山，无细致弄着树仔，规只车跋落100公尺深的山谷，掉伫树丛，30位消防甲义消赶去救援。经检伤呢，4名这个民众呢，意识均清楚，那身上多处擦挫伤。 消防人员伫顶面用锁仔甲因救起来救援，开要2点钟，甲4个人救出来。因规身躯有真侪刺伤，意识清楚，无生命危险，送病院治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